即马这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各地天气是安尼寒死死，所以农作物嘛爱注意保暖啊。即阵啊，这彰化地区呢，坡道拄啊好咧布价发演，所以农民是赶紧来加强防旱的措施。就惊这坡道生意呢，会去伤到，电到影响到收成。农民拍开抽水机，过几远开始喷水，就是要来保持土壤的温度。即阵当时彰化葡萄的布价期，但是拄到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天气明显变寒，农民都惊葡萄若发生炎会冻伤，赶紧加强防护措施。就烦恼讲会寒，葡萄会寒着会受伤安尼，啊，硬若无水，我就无水葡萄啊。即摆的状态就是像棉仔湾芽包的所在，小可有绒毛状。这时呢表示伊当要爆出来，这时伊是遮脆弱，伊会冻伤，无就是规个会打气。地下水的温度较悬，会抽起来做一个保温层。高农表示，旧年是开花期拄到低温，葡萄花冻伤变石头花，损失大约3成。若即阵是葡萄发生炎的时阵，共款惊低温冻伤，因特别加强防护措施，喷营养剂，抽地下水调节温度。但是农改场嘛提醒，若抽地下水保温，水量千万唔通伤济。是建议讲水是拄啊好就好啊，你这是抽啊，伊会起一寡热头嘛吼，抽地下水起来，规个喷甲规个高面拢甜啊，水伤多，暗时搁冷，迄水就冰冰，就愈严重啊。若讲较长远的规划，就使用迄个设施嘛。根据气象预报，拜三开始到拜五是这波冷气团上强的时阵。除了葡萄布价爱注意低温，农改场表示，彰化以南的一期稻作，搁有较惊寒的菜色、果子，卖当利用塑胶布也是稻草，含来保温，做好相关的预防措施。记者杨淑静彰化报道。